今日我哋會做一個身體掃描練習，用少少時間去聆聽身體嘅聲音，檢視一下心靈同身體嘅狀況，睇下有冇邊個地方需要多啲關心，讓我哋嘅身體同心靈可以放鬆，變得更加健康。呢個練習唔需要任何特別嘅動作，亦唔需要改變而家嘅狀態，只要用一份接納嘅心，簡單感受身體。開始之前，請你輕輕喺心入邊同自己講：我準備好，好好照顧自己。而家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，雙腳輕輕平放喺地下，手臂自然放喺身體嘅兩旁，保持舒適，讓身體慢慢放鬆。可以嘅話，輕輕合埋雙眼，俾自己慢慢靜落嚟，讓身體有機會休息、療癒、恢復活力。我哋將注意力慢慢帶到身體嘅每一個部分，頭髮、頭皮、腦袋、耳朵、膊頭、手臂、雙手、手指、肺部，每一個內臟器官、消化系統、盆骨、雙腿、雙腳、腳趾，將愛同關懷送到身體嘅每個部分，以及每一個細胞入邊。感受一下地板同身體接觸嘅感覺，讓整個身體慢慢沉向地面。注意自己嘅呼吸，吸氣、呼氣，留意一下腹部隨住呼吸之間嘅起伏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雙眼。呼氣，讓眼睛慢慢放鬆，向後腦方向下沉，釋放眼睛周圍嘅小肌肉。眼睛俾我哋睇到世界豐富嘅色彩，唔同物件嘅形狀。而家我哋俾雙眼好好休息，將愛同感恩送俾雙眼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嘴部，呼氣，讓嘴部放鬆，放鬆嘴角同面部嘅肌肉。你嘅笑容就好似花瓣一樣，當你微笑嘅時候，就好似花一樣咁綻放。微笑可以放鬆面部過百條肌肉。請你感受一下微笑，微笑帶走面部繃緊嘅肌肉，繃緊嘅感覺慢慢離開下巴同喉嚨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膊頭，呼氣，讓膊頭放鬆，向地板方向下沉。我哋將所有累積喺膊頭嘅重擔慢慢釋放落地。膊頭孭得太多嘢啦，而家係時候好好照顧下佢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雙臂，呼氣，放鬆手臂，讓佢哋自然下沉。放鬆你嘅上臂、手踭、前臂、手腕、雙手同手指。如果需要，可以輕輕喐下手指，幫助肌肉放鬆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心臟，
呼氣，讓心臟慢慢放鬆。可能有一段時間冇關心心臟啦。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個心24小時默默為我哋跳動。有時我哋嘅生活方式或者情緒嘅反應，都令個心帶嚟壓力。而家我哋帶住覺察同溫柔，擁抱佢，照顧佢，同佢和解。吸氣，將注意力帶到雙腿，呼氣，放鬆雙腿，釋放所有緊張嘅感覺。放鬆你嘅大腿、膝頭、小腿、腳眼、腳板、腳趾。如果需要嘅話，可以輕輕喐下你嘅腳趾，幫助肌肉釋放張力。我哋亦都將愛同關懷送到腳趾最微細嘅部分。慢慢吸氣，再呼氣，感受全身變得輕盈，好似浮喺水面上面嘅蓮花。呢一刻，你冇非必要去嘅地方，都冇一定要做嘅事。你就好似天空上面嘅白雲，自由自在。而家慢慢將你嘅注意力感受下你嘅全身，由頭到腳，由腳到頭嘅狀態。靜靜咁問下自己，我嘅身體而家感覺點呢？有冇邊一度特別需要關心？請將雙手輕輕放喺身體任何一個部分，可以係頸、胸口、腰、膝頭、眼睛，跟住你嘅直覺，俾雙手照顧你身體最需要關心嘅地方。如果你發現有啲地方唔舒服或者好攰，可以輕輕溫柔咁樣問：呢份唔舒服喺度提醒緊我啲乜嘢呢？然後再同自己講一句：多謝你，多謝你嘅提醒，多謝你一直愛住我。最後，我邀請你將雙手放喺自己嘅胸口。呢個動作象徵尊重自己，照顧自己，提醒自己好好關心內在嘅感受。無論頭先嘅體驗係點，請同自己講一句：我啱啱完成咗一次好好照顧自己嘅練習。而家將注意力慢慢帶返去呼吸。感受一下腹部隨住呼吸起伏，吸氣，呼氣。你可能會想輕輕喐一下，伸展一下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返到嚟呢個空間。當你覺得可以嘅時候，就可以輕輕張開雙眼。